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6月27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6篇11节到17节，创世纪25章12节到18节，启示录第2章第8节到11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重心。咱拢知影亚伯拉罕甲撒来为着这个上帝应允安尼真久也未到，就家己安尼大主大意安排着撒来的女婢，互亚伯拉罕来替生囝。后来因为夏甲怀孕了后，就开始骄傲起来，撒来就来甲这个亚伯拉罕来埋怨了后，这个真爱某的这个亚伯兰呢，就允这个撒来凊彩互伊来处置夏甲，也因为安尼就产生着这个夏甲挡袂牢虐待，就来逃走。咱有讲到夏甲逃走的这个过程中间，上帝怎样找伊的使者对夏甲所讲的话？圣经记载因中间的对话，亲像会讲呢。上主的天使伫旷野，伫苏尼的路上一个水泉边啊，拄着夏甲，对伊讲：撒来的女婢夏甲，你对倒位来，要去倒位去？伊就回答讲：我对女主人撒来遐逃走出来。上主的天使就甲讲：你着爱转去你的女主人遐来顺服伊。天使又阁讲：我要互你的子孙多多，无有人算会出来。你将来要生一个囝，你要甲伊号名叫做以实玛利，因为上主听到你的苦楚，你的囝要亲像一只野驴仔，四界甲人对敌，人嘛要来对敌伊。伊要甲亲族来隔离，单独来过生活。就安尼，夏甲就问：我真正会见到迄个看过我的上帝，准我来讲这个事嘛？所以伊就称迄个伊讲话的上主叫做看过的上帝。这是记载伫创世纪16章第7节到13节的经文。上帝应允夏甲要赐福来保守伊甲伊的囝儿以实玛利，因为呢，上帝听见伊的苦楚。那照圣经的记载看起来，上帝并无揭开夏甲甲以实玛利。咱另外阁看到创世纪21章第9节甲21节的记载上帝的使者对受赶着的夏甲甲以实玛利的记载，特别咱对17节到18节来看见，上帝听到囡仔得哭的声音，上帝的天使就对天顶夏甲讲：夏甲，你为什么烦恼呢？毋免惊，上帝已经听到囡仔的哭声，起来，将囡仔抱起来，安慰伊。我要互伊的后代成做大国。这是承接着创世纪16章上帝互夏甲的应允，表达着上帝对夏甲以及以实玛利的这个关心、怜悯甲赐福。上帝不但应允要看顾赐福以实玛利，圣经又阁记载讲，上帝甲囡仔同在，伊渐渐长大，就住伫巴兰的旷野，成做一个真敖的帕拉的人。
既然上帝应允祝福互伊是玛利，就表示上帝甲伊的关系是亲密的。但是为什么后来伊是玛利的后代离开亚伯拉罕的系列呢？照着创世纪21章21节的记载，伊的老母互伊甲伊娶一个埃及的女子做某，也因为安尼，因就甲上帝的距离愈来愈远。今仔日这个经文甲咱讲，以实玛利死的时阵137岁，伊的后代徛起伫的所在是伫哈菲拉甲埃及的东面，是通去亚述的苏尼。因并无甲亚伯拉罕其他的后代带做伙，无有甲上帝同行，无有甲上帝活斗阵。就信仰的角度来看，就是无忠心伫甲上帝的关系顶悬。这正是约翰伫启示录的中间所咧甲士梅拿教会基督徒的提醒。约翰安尼讲，迄个开始甲线路尾死搁活的，安尼讲。我知你的患难甲丧凶，但事实上你是富足的。我知影你受着遐自称犹太人的人所诽谤，其实因并毋是犹太人，乃是撒旦的党。恁毋免惊你将来要拄着的苦难，看魔鬼要考验恁，要将恁中间一寡人来吸入去伫监牢内底。恁要受10天的苦难，你要忠心到死，我就赐予你性命的花冠。圣神逐教会所讲的话，有耳孔的拢听吧。迄个得胜的人绝对袂受第二摆的死亡的灾害。伫面对苦难的这个中间，约翰劝勉士梅拿教会基督徒，着爱忠心到死，毋通惊要所拄着的任何的苦难，毋通烦恼会去互陷入去伫监牢内底，因为忠心到底，必定会得到上帝所赏赐的冠冕。就亲像保罗的信仰告别，伊安尼讲：兄弟姊妹啊，我并无认为我已经得到这个奖赏，我只有专务一项事，就是袂记即背后，全力来追求头前的事。我按着目标来跑走，是为着要来得到奖赏。这个赏就是属天的新的生命，是上帝借着基督耶稣呼召我去领受的。这是记载伫腓立比书第3章13节到14节。忠心就是努力来维持甲上帝关系，互伊搁较亲密，绝对袂有因为任何一种的关系或者是困境来改变。以实玛利改变着家己的方向，离开了上帝的道路，所以伊就甲上帝的关系愈离愈远。伫昨日牧师伫主日的信息的中间引用着耶利米先知的话，也今仔日要引用这个经文来甲大家三合思考。当耶利米讲，我无搁再想要去讲起上主，无搁再奉伊的名来宣讲。你的话就亲像火伫我的心中的烧，钻入伫我的骨髓。我忍袂牢你伫我心中的话，我不得不爱讲出来。这是耶利米书第20章第7节到13节。耶利米虽然表示伊无愿意，但是犹原必须爱尽家己的本分，忠心伫上帝的呼召顶悬，忠心来行伫上帝所赐福的道路顶悬。
才会通真真正正得到救，来得到福气。所以耶利米先知安尼讲，但是上主啊，你甲我同在，你强大有力，威武通行。压迫我的人拢特别失败，因的阴谋要败露，因将来要永远来得到见效，人永远袂记得因的见效。但是上主万军的统帅啊，你照着公道来判断，你透视人的心肠。求你，互我看见你保护我的对敌，因为我将我的安静来交互你。要来阿乐上帝，要上赞上主。伊对迄个歹人的手中抢救遐个受压迫的人。诗篇86篇11节到17节。上主啊，求你将你的道路来指示我，我要照你的真理来行。求你，互我用全一的心敬畏你的名。主，我的上帝啊，我要专心称赞你，我要永远荣耀你的名。你是了，互我的慈爱遐尼大，有救我的性命免落阴府上深的所在。上帝啊，骄傲的人起来攻击我，规群强暴的人笑想我的性命。因无将你放伫眼中，主啊，你是仁慈稳定的上帝，你无快受气，阁有丰盛慈爱的信息。求你活转来看我，可怜我，将你快乐赏赐予你的仆人。求你女婢的囝，求你显示恩待我的证据，互怨恨我的人看到来见笑。因为上主，你有帮赞我，安慰我。求主帮赞阮做一个忠心的仆人，无论拄着任何的境况，拢会当坚定来跟对上帝。真做蒙福的忠心仆人。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